子醫院不孕科81891111。好憎黐立立嘅感覺，試下酸內乾爽測試啦。淨係噴左邊，過咗成日，冇用酸內黐立立，用咗酸內清新乾爽，嚟個酸內無限清新挑戰啦！新潘婷新體驗，髮根一直都年輕強韌，但受損多年嘅髮尾變得脆弱枯黃。潘婷為你揾到解決嘅關鍵，秘密就係潘婷全新維他命原配方，將營養迅速導入髮心深處，為髮根到髮尾提供豐富營養，令髮尾好似髮根一樣強韌。真正健康嘅秀髮秘密就係潘婷，潘婷全線劃時代升級。喜上加喜，即刻拥有惠普惠众打印组合，双重超值，喜上加喜。惠普惠众。高溫之下，堅守喺戶外工作嘅崗位勞動者日子難捱。珠科記者黃長倫報導。外街元村頭頂烈日，唔少響高溫底下做嘢嘅人都話呢一段時間真係難頂。根據氣象台嘅監測數據，今日嘅最高氣溫達到咗37.1攝氏度。室內工作嘅街坊唔少都係將空調嘅馬力開到最大，但係一啲響戶外工作嘅街坊就冇咁好彩啦。從昨天開始都比較熱了，比較悶熱了。阿光係一名戶外測量員，佢就話工地乜嘢時候需要到佢哋測量，佢哋就要置身於烈日之下。珠科記者測量咗一下地面嘅溫度，足足就有45攝氏度咁高。最長時間連續的，可能要2個多小時，2-3個小時了，就是在這個陽光下面。同樣要受高溫煎熬嘅，仲有呢一啲開非空調公交車嘅司機。珠科記者響車廂裏邊用溫度計測量咗一下，發現居然高達35攝氏度。溫度辛唔辛苦啊？都係咁噶啦。都係咁啊？係啊，有啲涼茶飲咯。有啲涼茶飲。係啊。係公司提供定點樣樣？係啊，單位提供。搭車就飲晒啦。係啊。哦，咁每日要飲呢啲飲幾多壺啊？大約係2壺3壺到啦。廖司機就話，其實佢哋開車嘅仲有風扇吹一下，響總站嘅站務員就更加辛苦啦。呢一位汗流浹背嘅大姐就話，每日佢要響40度高溫嘅戶外坐足8個鐘。佢就話，返屋企嘅湯水就係佢嘅消暑法寶。咩湯水都飲噶啦，咁冬瓜湯咯。冬瓜湯。氣象台就預測，從聽日開始，廣州響午後都會有雷陣雨嘅天氣。前段時間嘅高溫天氣將有所緩解。呢個對於每日響烈日底下煎熬嘅高溫工作者嚟講，或者係一個唔錯嘅消息。嗱，喺呢一度啊，要同各位戰鬥喺烈日之下嘅勞動者講一句：你哋辛苦啦！雷陣雨係及時雨，而高溫補貼、工地嘅停工措施，仲有啊用人單位嘅湯水涼茶呢一啲啦，就係各位工人更加需要嘅及時雨。天都落雨啦，人造嘅呢一場及時雨，工人又可唔可以盼得到呢？